那无理啊！袁绍样样而别，周仓跟着关公往汝南进发。行了数日，遥见一座山城。公问土人：“此何处也？”土人曰：“此名古城。数月前有一将军，姓张，名飞，引数十骑到此，将县官逐去，占住古城，招军买马积草屯粮。今据有3-5千人马，四远无人敢敌。”关公喜曰：“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谁想却在此。”乃令孙乾先入城通报，叫来迎接二嫂。却说张飞在芒砀山中住了月余，因出外探听玄的消息，偶过古城，入县借粮，县官不肯，飞怒，因就逐去县官，夺了县印，占住城池，权且安身。当日孙干领关公命入城见飞，施礼毕，具言玄德离了袁绍楚，投汝南去了。今云长直从许都送2位夫人至此，请将军出迎。张飞听罢，更不回言，随即披挂持杖8矛上马，引1000余人进出北城门。孙乾惊讶，又不敢问，只得随出城来。关公望见张飞到来，喜不自胜，复刀与周仓接了，拍马来迎。只见张飞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吼声如雷，挥矛向关公便槊。关公大惊，连忙闪过，便叫：“贤弟何故如此？岂忘了桃园结义耶？”飞喝曰：“你既无义，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？”关公曰：“我如何无义？”飞曰：“你背了兄长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赐爵，今又来传我，我今与你并个死活。”关公曰：“你原来不知，我也难说。现放着2位嫂嫂在此，贤弟请自问。”二夫人听得皆连而呼曰：“三叔何故如此？”飞曰：“嫂嫂住着，且看我杀了负义的人，然后请嫂嫂入城。”甘夫人曰：“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暂时栖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险阻，送我们门到此。三叔休错见了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二叔相在许都，原出于无奈。”飞曰：“嫂嫂休要被他瞒过了。忠臣宁死而不入，大丈夫岂有失二主之理？”关公曰：“贤弟休屈了我。”孙乾曰：“云长特来寻将军。”飞喝曰：“如何你也胡说？他哪里有好心，必是来捉我。”关公曰：“我若捉你，须带军马来。”飞把手指曰：“误的不是军马来也。”关公回顾，果见尘埃齐楚，一彪人马来到，风吹旗号，正是曹军。张飞大怒曰：“今还敢支吾马！”挺杖8蛇矛便槊将来。关公即止之曰：“贤弟且住，你看我斩此来将，以表我真心。”飞曰：“你果有真心，我这里3通鼓罢，便要你斩来将。”关公应默。须臾，曹军至，
为首一将，乃是蔡阳，挺刀纵马大喝曰：“你杀吾外甥秦琪，却原来逃在此。吾奉丞相命，特来拿你。”关公更不打话，举刀便砍。张飞亲自擂鼓，只见一通鼓未尽，关公刀起杵，蔡阳头已落地。众军士俱走，关公活捉执刃骑的小卒过来，问取来由。小卒告说，蔡阳闻将军杀了他外甥，十分愤怒，要来河北与将军交战。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刘辟，不想在这里遇着将军。关公闻言，叫去张飞前告说其事。飞将关公在许都时事细问小卒，小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飞方才信。正说间，忽城中军士来报，城南门外有10数骑来的甚警，不知是甚人。张飞心中一虑，便转出南门看时，果见10数骑轻弓短箭而来。见了张飞，滚鞍下马，视之，乃糜竺、糜芳也。飞亦下马相见，竺曰：“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2人逃难回乡。”使人远近打听，知云长降了曹操，主公在于河北，又闻简雍一投河北去了，只不知将军在此。昨于路上遇见一伙客人说，有一姓张的将军如此模样，今据古城。我兄弟度量必是将军，故来寻访，幸得相见。飞曰：“云长兄与孙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”二女大喜，同来见关公，并参见二夫人。飞遂迎请二嫂入城，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诉说关公历过之事，张飞方才大哭，参拜云长。二女亦俱伤感，张飞亦自诉别后之事，一面设宴贺喜。次日，张飞欲与关公同赴汝南见玄德。关公曰：“贤弟可保护二嫂，暂住此城，待我与孙乾先去探听兄长消息。”飞允诺。关公与孙乾引数骑奔汝南来。刘辟、公都接着关公便问：“黄叔何在？”刘辟曰：“黄叔到此住了数日，唯见军少，复往河北原本出楚商议去了。”关公样样不乐。孙乾曰：“不必忧虑，再苦一番驱驰，人往河北去报知黄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”关公一言，辞了刘辟、公都，回至古城，与张飞说知此事。张飞便欲同至河北。关公曰：“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处，未可轻弃。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处，寻见兄长，来此相会。贤弟可坚守此城。”飞曰：“兄斩他颜良、文丑如何去的？”关公曰：“不妨，我到彼当见机而行。”遂唤周仓问曰：“卧牛山陪袁绍处共有多少人马？”仓曰：“约有4、500。”关公曰：“我今抄近路去寻兄长，如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支人马，从大路上接来。”仓领命而去。关公与孙乾只带20余骑投河北来。将至界首，干曰：“将军未可侵入，只在此间暂歇。待某先入见黄叔，别作商议。”关公一言，先打发孙乾去了。遥望前村有一所庄院，便与从人到彼投宿。庄内一老翁西帐而出，与关公施礼。公具以实告。老翁曰：“某亦姓关，名定，久闻大名，幸得瞻谒，遂命2子出见，款留关公，并从人俱留于庄内。”且说孙乾匹马入冀州见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“简雍亦在此间，可按请来同议。”少卿简雍至，与孙乾相见毕，共议脱身之计。雍曰：“主公明日见袁绍，只说要往荆州，说刘表攻破曹操，便可乘机而去。”玄德曰：“此计大妙，但公能随我去否？”雍曰：“某亦自有脱身之计。”商议已定。次日，玄德入见袁绍，告曰：“刘景升镇守荆襄9郡，兵精粮足，已与相约共攻曹操。”绍曰：“吾常遣使约之，奈彼未肯相从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是备同宗，备往说，必无推阻。”绍曰：“若得刘表，胜刘辟多矣。”遂命玄德信。
少幼曰：晋闻关云长已离了曹操，欲来河北，吾当杀之，以雪颜良、文丑之恨。玄德曰：明公前欲用之，无故召之，今何又欲杀之耶？且颜良、文丑比之二鹿耳，云长乃一虎也。是二鹿儿的一虎，何恨之有？少校曰：无故爱之，故戏言耳。公可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来。玄德曰：即遣孙乾往召之可也。少大喜，从之。玄德出，简雍进曰：玄德此去必不回矣。某愿与偕往，一则同说刘表，二则兼助玄德。少然其言，便命简雍与玄德同行。郭图见少曰：刘备前去说刘辟，未见成事，今又时与简雍同往荆州，必不反矣。少曰：汝勿多疑，简雍自有见识。郭图接衙而出。却说玄德先命孙乾出城，问报关公，一面与简雍辞了袁绍，上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孙乾接着同往关定庄上。关公迎门接拜，执手啼哭不止。关定领二子拜于草堂之前。玄德问其姓名，关公曰：此人与弟同姓，有二子，长子关宁，学文；次子关平，学武。关定曰：今于意欲遣次子跟随关将军，魏氏肯容纳否？玄德曰：年几何矣？定曰：18岁矣。玄德曰：既蒙长者厚意，吾弟尚未有子，今即以贤郎为子，若何？关定大喜，便命关平拜关公为父，呼玄德为伯父。玄德恐袁绍追之，即收拾起行。关平随着关公一起起身。关定送了一程自回。关公叫取路往卧牛山来。正行间，忽见周仓引数10人带伤而来。关公引他见了玄德，问其何故受伤。仓曰：某未至卧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将单骑而来，与裴元绍交锋，只一合刺死裴元绍，尽数招降人半，占住山寨。仓到比招诱人半时，只有这几个过来，余者惧怕，不敢擅离。仓不忿，与那将交战，被他连胜数次，身中3枪，因此来报主公。玄德曰：此人怎生模样？姓甚名谁？仓曰：极其雄壮，不知姓名。于是关公纵马当先，玄德在后，径投卧牛山来。周仓在山下叫骂，只见那将全副披挂，持枪奏马，引众下山。玄德早挥鞭出马，大叫曰：来者莫非子龙否？那将见了玄德，滚鞍下马，拜伏道旁。原来果然是赵子龙。玄德、关公俱下马相见，问其何由至此。云曰：云自别使君，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，以致兵败自焚。袁绍屡次招云，云想绍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后欲至徐州投使君，又闻徐州失守，云长已归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绍处。云几番欲来相投，只恐袁绍见怪，四海飘零，无容身之地。前偶过此处，是欲裴元绍下山来欲夺吾马，云因杀之，借此安身。晋闻义德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实。今幸得欲使君。玄德大喜，诉说从前之事。关公亦诉前事。玄德曰：吾初见子龙，便有留恋不舍之情。今幸得相遇，云曰：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随，大称平生，虽肝脑涂地，无恨矣。当日就烧毁山寨，率领人众尽随玄德前赴古城。张飞、糜竺、糜芳迎接入城，各相拜宿。二夫人具言云长之事，玄德感叹不已。于是杀牛宰马，先拜谢天地，然后便劳诸军。玄德见兄弟重聚，江左无缺，又新得了赵云，关公又得了关平、周仓二人，欢喜无限，连饮数日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当时手足似瓜分，信断因犀咬不闻。今日君臣重聚义，正如龙虎会风云。时玄德、关张、赵云、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平、周仓同领马步军校共4、5千人。
玄德欲弃了古城去守汝南，恰好刘辟、公都差人来请。于是遂起军往汝南驻扎，招军买马，徐图征进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袁绍见玄德不回，大怒，欲起兵伐之。郭图曰：刘备不足虑，曹操乃劲敌，也不可不除。刘表虽据荆州，不足为强。江东孙伯符威震三江，地连6郡，谋臣武士极多，可使人结之，共攻曹操。绍从其言，即修书遣陈震为使，来会孙策。正是只因河北英雄去，引出江东豪杰来。未知其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9回，小霸王怒斩虞姬，闭眼而坐领江东。却说孙策自霸江东，兵精粮足。建安4年，袭取庐江，败刘勋，使于樊池袭豫章，豫章太守华歆投降。自此声势大振，乃遣张弘往许昌上表献捷。曹操知孙策强盛，叹曰：失而难与争锋也。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，两家结婚。留张弘在许昌。孙策求为大司马，曹操不许。策恨之，常有袭许都之心。于是吴郡太守许贡乃案遣使赴许都，上书于曹操。其略曰：孙策骁勇，与项籍相似。朝廷一外侍荣宠，召还京师，不可使居外镇，以为后患。使者赍书渡江，被防江将士所获，解赴孙策处。策观书大怒，斩其使，遣人假意请许贡议事。贡至，策出书示之，斥曰：汝欲送我于死地耶？命武士绞杀之。贡家属皆逃散。有家客3人，欲为许贡报仇，恨无其变。翌日，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，赶起一大路，策纵马上山逐之。正赶之间，只见树林之内有3个人持枪带弓而立。策勒马问曰：汝等何人？答曰：乃韩当军士也，在此射鹿。策方举佩欲行，一人挺枪望策左腿便刺。策大惊，即取佩剑从马上砍去，剑刃忽坠，只存剑把在手。一人早捻弓搭箭射来，正中孙策面颊。策就拔面上剑，取弓回射放箭之人，应弦而倒。那2人举枪向孙策乱槊，大叫曰：我等是许贡家客，特来为主人报仇。策别无器械，只以弓拒之，且拒且走。2人死战不退。策身被数枪，马亦带伤。正为急之时，程普引数人至。孙策大叫：杀贼！程普引众骑上，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。看孙策时，血流满面，被伤至重，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，救回吴会养病。后人有诗赞许家3客曰：孙郎智勇冠江梅，涉猎山中受困为。许客3人能死役，杀身欲让位为奇。却说孙策受伤而回，使人寻请华佗医治。不想华佗已往中原去了，只有徒弟在吴，命其治疗。其徒曰：箭头有药，毒已入骨，需静养100日，方可无虞。若怒气冲击，其疮难治。孙策为人最是性急，恨不得即日便愈。将习到20余日，忽闻张弘有使者自许昌回，策唤问之。使者曰：曹操甚惧主公，其帐下谋士亦惧敬服，唯有郭嘉不服。策曰：郭嘉曾有何说？使者不敢言。策怒，故问之。使者只得从实告曰：郭嘉曾对曹操言：主公不足惧也。轻而无备，性急少谋，乃匹夫之勇耳，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。策闻言，大怒曰：匹夫安敢料吾？吾是取许昌，虽不待疮愈，便欲商议出兵。张昭见曰：医者借主公100日休动，今何因一时之愤，自轻万乘之躯？正话间，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。策唤入问之。震据言袁绍欲结东吴为外应，共攻曹操。策大喜，即日会诸将于城楼上，设宴款待陈震。饮酒酒间，忽见诸将互相耳语，纷纷下楼。策怪问何故，
左右曰：有余神仙者，今从楼下过，诸将欲往拜之耳。策起身凭栏观之，见一道人，身披鹤氅，手携藜杖，立于当道，百姓俱焚香扶道而拜。策怒曰：是何妖人？快与我擒来！左右曰：此人姓于，名吉，寓居东方，往来无会，普施符水，救人万病，无有不厌。当世呼为神仙，未可轻读。策欲怒，喝令速速擒来，违者斩。左右不得已，只得下楼，拥于吉至楼上。策斥曰：狂道怎敢煽惑人心？于吉曰：贫道乃狼爷公道士，舜帝时曾入山采药，得神书于水上，号曰太平清领道，凡100余卷，皆治人疾病方术。贫道得之，唯物代天宣化，普救万人。未曾取人毫厘之物，安得煽惑人心？策曰：汝毫不取人衣服饮食，从何而得？汝及黄金张角之流，今若不诛，必为后患。至左右斩之。张昭谏曰：余道人在江东数十年，并无过犯，不可杀害。策曰：此等妖人，吾杀之，何意屠诸狗？众官皆苦谏，陈正义劝。策怒未息，命且囚于狱中。众官俱散，陈震自归馆驿安歇。孙策归府，早有内侍传说此事与策母吴太夫人知道。夫人唤孙策入后堂，谓曰：吾闻汝将于神仙下于雷泄，此人多曾医人疾病，君民敬仰，不可加害。策曰：此乃妖人，能以妖术惑众，不可不除。夫人再三劝解。策曰：母亲勿听外人妄言，儿自有驱除。乃出唤玉吏取于吉来问。原来玉吏皆尽信于吉，即在狱中时，竟去其枷锁，即策唤取，方带枷锁而出。策访之大怒，痛责玉吏，仍将于吉卸系下狱。张昭等数十人联名作状，拜求孙策祈保于神仙。策曰：公等皆读书人，何不达理？袭胶州有一刺史张经，听信邪教，鼓瑟焚香，常以红帕里头，自称可助出军之威，后竟为敌军所杀。此等事甚无益，诸君自谓误耳。吾欲杀于吉，正思尽邪绝迷也。吕范曰：某素知于道人能奇风导雨，方今天旱，何不令其祈雨以赎罪？策曰：吾且看此妖人若何。遂命于狱中取出于吉，开其枷锁，令登坛求雨。即领命，即沐浴更衣，取绳自缚于烈日之中。百姓观者，田皆赛相。于吉谓众人曰：吾求3尺甘霖，以救万民，然我终不免一死。众人曰：若有灵验，主公必然尽服。于吉曰：气数至此，恐不能逃。少卿孙策亲至坛中下令，若午时无雨，即焚死于吉。先令人堆积干柴伺候。将及午时，狂风骤起，风过处，四下阴云渐合。策曰：时已近午，空有阴云，而无干雨，正是妖人。至左右将于吉扛上柴堆，四下举火，焰随风起。忽见黑烟一道，冲上空中，一声响亮，雷电齐发，大雨如注。顷刻之间，皆是成河，溪涧皆满，足有3尺干雨。于吉仰卧于柴堆之上，大喝一声，云收雨住，复见太阳。于是众官及百姓共将于吉扶下柴堆，解去绳索，再拜称谢。孙策见官民俱裸拜于水中，不顾衣服，乃勃然大怒，斥曰：秦于乃天地之定数，妖人偶成其变，你等何得如此祸乱？撤宝剑令左右杀了于吉。众官力谏。策怒曰：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？众官乃不敢复言。策斥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，只见一道清气，投东北去了。策命将其施号令于世，以正妖妄之罪。是夜风雨交作，极小不见了于吉尸首。守尸军士报之孙策，策怒，欲杀守尸军士。忽见一人从堂前徐步而来，视之，却是于吉。策大怒，正欲拔剑砍之，忽然昏倒于地。左右急救入卧内，半晌方苏。
吴太夫人来世疾，谓策曰：吾儿驱杀神仙，故招此祸。策笑曰：儿自幼随父出征，杀人如麻，何曾有为祸之理？今杀妖人，正绝大祸，安得反为我祸？夫人曰：因汝不信，以致如此，今可做好事以攘之。策曰：吾命在天，妖人绝不能为祸，何必攘耶？夫人料劝不信，乃自令左右按修善事攘解。是夜3更，策卧于内宅，忽然阴风奏起，灯灭而复明。灯影之下，见虞吉立于前。策大喝曰：吾平生视诸妖妄，以尽天下。汝既为阴鬼，何敢近我？取床头剑直之，忽然不见。吴太夫人闻之，转生忧闷。策乃服病强行，以宽母心。母谓策曰：圣人云，鬼神之为得，其圣矣乎？又云，导尔于上下神奇。鬼神之事，不可不信。汝驱杀于先生，其无报应？吾已令人设教于郡之御清关内，如可亲往拜倒，自然安妥。策不敢违母命，只得勉强成教至御清关。道士皆入，请策焚香，策焚香而不谢。忽香炉中烟起不散，结成一座华盖，上面端坐着虞吉。策怒骂之，走离殿宇，又见虞吉立于院门，怒目视策。策顾左右曰：汝等见妖鬼否？左右皆云：未见。策欲怒，拔佩剑望虞吉直去，一人中剑而倒。众视之，乃前日动手杀虞吉之小卒，被剑砍入脑袋，七窍流血而死。策命扛出葬之。比及出关，又见虞吉走入关门来。策曰：此关亦藏妖之所也。遂坐于关前，命武士500人拆毁之。武士方上屋揭瓦，却见虞吉立于屋上，飞瓦直地。策大怒，传令逐出本关道士，放火烧毁殿宇。火起处，又见虞吉立于火光之中。策怒归府，又见虞吉立于府门前。策乃不入府，遂点起3军，出城外下寨，传唤众将商议，欲起兵助袁绍夹攻曹操。众将惧曰：主公玉体为何，未可轻动。且待平豫出兵未迟。是夜孙策宿于寨内，又见虞吉披发而来。策于帐中斥喝不绝。次日，吴太夫人传令，召策回府。策乃归见其母。夫人见策形容憔悴，戏曰：儿失行矣。策即引镜自照，果见形容十分受损，不觉失惊，故左右曰：吾奈何憔悴至此耶？言未几，忽见虞吉立于镜中。策拍镜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，昏厥于地。夫人令扶入卧内。须臾苏醒，自叹曰：吾不能复生矣。遂召张昭等诸人及弟孙权至卧榻前，嘱咐曰：天下方乱，以吴越之众、三江之固，大可有为。子不等信善相无地，乃取应寿与孙权曰：若举江东之众，决击于两镇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举贤任能，使各尽力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卿一念父兄创业之艰难，擅自图之。权大哭，拜受应寿。策告母曰：儿天年已尽，不能奉慈母。今将应寿父弟，望母朝夕训之。父兄救人，慎勿轻待。母哭曰：恐汝弟年幼，不能任大事，当父如何？策曰：弟才胜儿10倍，足当大任。倘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。恨周瑜不在此，不得面主之也。又唤诸地主曰：吾死之后，汝等并辅众谋。宗族中敢有生一心者，众共诛之。骨肉违逆，不得入祖坟安葬。诸地弃受命。又唤七乔夫人谓曰：吾与汝不幸中途相分，汝须孝养尊姑。早晚汝妹入见，可主其转至周郎。尽心辅佐吴地，修复我平日相知之雅。言讫，瞑目而逝，年止26岁。后人有诗赞曰：独占东南地，人称小霸王。运筹如虎踞，决策似阴阳。威震三江尽，名闻四海乡。临终一大事，专役属周郎。孙策既死，孙权哭倒于床前。
张昭曰：“此非将军哭时也，宜一面治丧事，一面理军国大事。”权乃收泪。张昭令孙敬理会丧事，请孙权出堂，受众文武夜贺。孙权生得方仪大口，闭颜自然。袭汉使刘琬入吴，见孙家诸昆仲，因与人曰：“吾便观孙氏兄弟，虽各才气秀达，然皆禄作不忠。惟众谋形貌奇伟，骨骼非常，乃大贵之表，又享高寿，众皆不及也。”且说当时孙权承孙策一命，掌江东之事。经理未定，人报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吴。权曰：“公瑾已回，吾无忧矣。”原来周瑜守御巴丘，闻知孙策中箭被伤，因此回来问候。将至吴郡，闻策已亡，故星夜来奔丧。当下周瑜哭拜于孙策灵柩之前。吴太夫人出，以遗嘱之语告瑜。瑜拜伏于地曰：“敢不效犬马之力，继之以死。”少卿孙权入，周瑜拜见毕，权曰：“愿公无忘先兄一命。”瑜顿首曰：“愿以肝脑涂地报知己之恩。”权曰：“今承父兄之业，将何策以守之？”瑜曰：“自古的仁者昌，失仁者亡。为今之计，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，然后江东可定也。”权曰：“先兄遗言，内事托子部，外事全赖公瑾。”瑜曰：“子部贤达之士，足当大任。瑜不才，恐父以托之重，愿见一人以辅将军。”权问何人？瑜曰：“姓鲁，名肃，字子敬，临淮东川人也。此人胸怀韬略，富隐计谋。早年丧父，弑母至孝，其家极富，常散财以济贫乏。瑜为居朝长之时，将数百人过临淮，因乏粮，闻鲁肃家有2囷米，各3000斛，因往求助。肃即旨1囷相赠，其慷慨如此，平生好极见其社，寓居曲阿。祖母亡，还葬东城。其有刘子扬欲约彼往巢湖投正宝，肃上踌躇未往。今主公可速召之。”权大喜，即命周瑜往聘。瑜奉命亲往，见肃叙礼毕，俱道孙权相慕之意。肃曰：“晋刘子扬约某往巢湖，某将救之。”瑜曰：“袭马援对光武云，当今之事，非但君则臣，臣亦则君。今吾孙将军亲贤礼士，纳其禄役，是所罕有。足下不需他计，只同我往投东吴为是。”肃从其言，遂同周瑜来见孙权。权甚敬之，与之谈论，终日不倦。翌日，众官皆散，权留鲁肃共饮，至晚同榻底足而卧。夜半，权谓肃曰：“方今汉室倾危，四方纷扰，孤城父兄于业，斯为桓文之事，君将何以教我？”肃曰：“袭汉高祖欲尊是义帝而不获者，以项羽为害也。今之曹操可比项羽，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？”肃切料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卒除。为将军计，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幸。今城北方多物，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，尽长江所及而据守之，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，此高祖之业也。权闻言大喜，披衣起谢。次日后赠鲁肃，并将衣服、帷帐等物赐肃之母。肃又见一人见孙权，此人博学多才，弑母至孝。父姓诸葛，名瑾，字子瑜，琅琊南阳人也。权拜之为上宾。瑾劝权务通袁绍，且顺曹操，然后乘便图之。权一言，乃移陈震回，以书绝袁绍。却说曹操闻孙策已死，欲起兵下江南。是御史张宏谏曰：“成人之丧而伐之，既非一举，若其不克，弃好成仇，不如因而善御之。”操然其说，乃即奏封孙权为将军，兼领会稽太守，即令张宏为会稽都尉，机应往江东。孙权大喜，又得张宏回吴，即命与张昭同理政事。张宏又见一人于孙权，此人姓顾，名雍，字元叹，乃中郎蔡邕之徒，其为人少言语，不饮酒，严厉正大。权以为丞，行太守事，自是孙权威震江东，深得民心。
且说陈震回见袁绍，据说孙策已亡，孙权既立，曹操封之为将军，结为外应矣。袁绍大怒，遂起计青、幽并等楚人马70余万，复来攻取许昌。正是江南兵革方休息，冀北干戈又复兴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30回，战官渡本出败击，劫乌巢孟的少两。却说袁绍兴兵望官渡进发，夏侯惇发书告急，曹操起军7万前往迎敌，刘询欲守许都。哨兵临发，田丰从狱中上书谏曰：今且一进守以待天时，不可忘兴大兵，恐有不利。冯骥赠曰：主公新人义之师，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？绍因怒，欲斩田丰，众官告免。绍恨曰：待吾破了曹操，明正其罪。遂催军进发，经其片野，刀剑如林。行至阳武，下定寨山。举授曰：我军虽众，而勇猛不及彼军；彼军虽精，而粮草不如我军。彼军无粮，力在急战；我军有粮，宜且还手。若能匡以日月，则彼军不战自败矣。绍怒曰：田丰慢我军心，吾回日必斩之。汝安敢又如此？是左右将举授所进军中，待我破曹之后，与田丰一体治罪。于是下令将大军70万东西南北周围安营，联络90余里。细作探知虚实，报至官渡。曹军兴到，闻之皆惧。曹操与众谋士商议，荀攸曰：绍军虽多，不足惧也。我军具精锐之士，无不义以当时。但力在急战，若千言日月，粮草不敷，是可忧矣。操曰：所言正合吾意。遂传令军将鼓噪而进。绍军来迎，两边盔金甲，锦袍玉带，立马阵前。左右排列着张合、高览、韩猛、淳于琼等诸将。旌旗节钺，甚是严整。曹阵上门旗开楚，曹操出马。许褚、张辽、徐晃、李典等各持兵器，前后拥卫。曹操以鞭指袁绍曰：吾于天子之前，保奏你为大将军，今何故谋反？绍怒曰：汝托名汉乡，实为汉贼，罪恶弥天，甚于莽卓，乃反诬人造反耶？操曰：吾今奉诏讨汝。绍曰：吾奉衣带诏讨贼。操怒，使张辽出战。张合跃马来迎，二将斗了40-50合，不分胜负。曹操见了，暗暗称奇。许褚挥刀纵马，直出助战。高览挺枪接住，4员将捉对而厮杀。曹操令夏侯惇、曹洪各引3000军，齐冲彼阵。沈沛见曹军来冲阵，便令放起号炮。两下万弩并发，中车内弓箭手一齐涌出阵前乱射。曹军如何抵敌，望南急走。袁绍驱兵掩杀，曹军大败，进退至官渡。袁绍移军逼近官渡下寨。沈沛曰：今可拨兵10万守官渡，就曹操寨前筑起土山，令军人下士寨中放箭。操若弃此而去，吾得此隘口，许昌可破矣。绍从之，于各寨内选精壮军人，用铁锹土担，齐来曹操寨边，垒土成山。曹营内见援军堆筑土山，欲待出去冲突，被沈沛弓弩手当住咽喉要路，不能前进。10日之内，筑成土山50余座，上立高弩，分拨弓弩手于其上射箭。曹军大惧，皆顶着这箭牌守御。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，箭下如雨。曹军皆蒙损伏地，援军呐喊而笑。曹操见军慌乱，集众谋士问计。刘业进曰：可作发10车以破之。操令业进车士，连夜造发10车数百乘，分布营墙内，正对着土山上云梯。后弓箭手射箭时，营内一齐拽动10车，炮石飞空，往上乱打。人无夺处，弓箭手死者无数。援军皆号其车为霹雳车。由是援军不敢登高射箭。
沈沛又献一计，令军人用铁鞍打地道，直透曹营内，号为绝子军。曹兵望见援军于山后掘土坑，报之曹操。操又问计于刘烨，烨曰：“此援军不能攻明而攻暗，发掘伏道，欲从地下透营而入耳。”操曰：“何以御之？”烨曰：“可绕营掘长堑，则彼伏道无用也。”操连夜插军掘堑，援军掘伏道到堑边，果不能入，空费军力。却说曹操守官渡，自8月起至9月中，军力渐乏，粮草不济，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，迟疑未决，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。彧以书报之，书略曰：“臣遵命使决进退之宜，予以袁绍西众聚于官渡，欲与民公决胜负，公以智，若当至强，若不能治，必为所成，是天下之大机也。绍军虽众，而不能用，以攻之神武明者，何相而不济？今军实虽少，魏若楚、汉在荥阳，城高也。攻今画地而守，扼其喉而使不能进，秦见势捷，必将有变。此用其之时，断不可失，为民公才察焉。”曹操的书大喜，令将士效力死守。绍军约退30余里，操遣将出营寻绍。有徐晃部将使唤获得援军细作，解见徐晃。晃问其军中虚实，答曰：“早晚大将韩猛运粮至军前接济，先令我等探路。”徐晃便将此事报之曹操。荀攸曰：“韩猛匹夫之勇耳，若遣一人引轻骑数千，从半路击之，断其粮草，绍军自乱。”操曰：“谁人可往？”攸曰：“即遣徐晃可也。”操遂差徐晃带将使唤并所部兵先出，后使张辽、许褚引兵救应。当夜韩猛押粮车数千辆，解赴绍寨。正走之间，山谷内徐晃使唤引军截住去路，韩猛飞马来战。徐晃接住厮杀，使唤便杀散人夫，放火焚烧两车。韩猛抵挡不住，拨马回走。徐晃催军烧尽资粮。袁绍军中望见西北上火起，正惊疑间，败军报来，粮草被劫。绍即遣张合、高览去截大路，正欲徐晃烧粮而回，恰遇交锋，背后张辽、许褚军到，两下夹攻，杀散援军，似将合兵一处，回官渡寨中。曹操大喜，重加赏劳，又分军于寨前结营，为犄角之势。却说韩猛败军还营，绍大怒，欲斩韩猛，众官劝勉。沈沛曰：“行军以粮食为重，不可不用心提防。乌巢乃屯粮之处，必得重兵守之。”袁绍曰：“吾筹策已定，如可回邺都监督粮草，休教缺乏。”沈沛领命而去。袁绍遣大将淳于琼、都领部将睢元敬、韩举子、吕威煌、赵睿等引2万人马守乌巢。那淳于琼性刚好酒，军士多畏之，既至乌巢，终日与诸将俱饮。且说曹操军粮告捷，即发使往许昌，教荀彧作速错办粮草，星夜解赴军前接济。使者击书而往，行不上30里，被援军捉住，伏见谋士许攸。那许攸字子远，少时曾与曹操为友，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士。当下搜得使者所击曹操催粮书信，进来见绍曰：“曹操屯军官渡，与我相持已久，许昌必空虚。若分一军星夜演习许昌，则许昌可拔，而曹操可擒也。今操粮草已尽，正可乘此机会，两路击之。”绍曰：“曹操诡计极多，此书乃诱敌之计也。”攸曰：“今若不取，后将反受其害。”正话间，忽有使者自邺郡来，呈上沈沛书。书中先说运粮事，后言许攸在冀州时，常滥受民间财物，且纵令子侄辈多苛税钱粮入己，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。绍见书大怒曰：“滥行匹夫，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？如与曹操有救，想今亦受他财贿，为他作奸细，辍传吾君耳。本当斩首，今权且计头在相，可速退出，今后不许相见。”
许攸出，仰天叹曰：忠言逆耳，庶子不足与谋。吾子只以遭沈沛之害，吾何言复见冀州之人乎？遂欲拔剑自刎。左右夺剑劝曰：公何轻生至此？袁绍不纳直言，后必为曹操所擒。公既与曹公有旧，何不弃暗投明？只这两句言语，点醒许攸，于是许攸尽投。后人有诗叹曰：本初豪气盖中华，官渡相持往探街。若使许攸谋见用，山河岂得属曹家？却说许攸暗步出营，径投曹寨，俘虏军人拿住。攸曰：我是曹丞相故友，快与我通报，说南阳许攸来见。军士忙报入寨中，时操方解衣歇息，闻说许攸私奔到寨，大喜，不及穿履，险足出营。遥见许攸，抚掌欢笑，携手共入，操先拜于地。攸慌扶起曰：公乃汉相，吾乃布衣，何谦恭如此？操曰：公乃操故友，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？攸曰：某不能则主屈身袁绍，言不听，计不从，今特弃之来见故人，愿赐收录。操曰：子远肯来，吾事既矣。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。攸曰：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沿许都，首尾相攻。操大惊曰：若袁绍用子言，吾事败矣。攸曰：公今军粮尚有几何？操曰：可知1年。攸笑曰：恐未必。操曰：有半年耳。攸拂袖而起，屈步出帐曰：吾以诚相投，而弓箭妻如是，其无所望哉？操挽留曰：子远勿嗔，尚容食粟，军中粮食可知3月耳。攸笑曰：世人皆言梦的奸雄，今果然也。操亦笑曰：岂不闻兵不厌诈？遂附耳低言曰：军中只有此月之粮。攸大声曰：休瞒我，粮已尽矣。操愕然曰：何以知之？攸乃出操与荀彧之书以示之曰：此书何人所写？操惊问曰：何处得知？攸以或使之事相告。操执其手曰：子远既念旧交而来，愿即有以教我。攸曰：明公以孤军抗大敌，而不求极胜之方，此取死之道也。攸有一策，不过3日，使袁绍100万之众不战自破。明公还肯听否？操喜曰：愿闻良策。攸曰：袁绍军粮辎重，进击乌巢，今波淳于穷把守。穷事久无备，公可选精兵诈称援将蒋齐领兵到彼护粮，城间烧其粮草辎重，则绍军不3日将自乱矣。操大喜，众带许攸留于寨中。次日，操自选马步军士5000，准备往乌巢劫粮。张辽曰：袁绍屯粮之所，安得无备？丞相未可轻往，恐许攸有诈。操曰：不然。许攸此来，天败袁绍，今吴军粮不给，难以久持。若不用许攸之计，是坐而待困也。彼若有诈，安肯留我寨中？且吾意欲劫寨久矣。今劫粮之举，既在必行，君请勿疑。辽曰：亦须防袁绍乘虚来袭。操笑曰：吾以筹之属矣。便叫荀攸、贾诩、曹洪同许攸守大寨，夏侯惇、夏侯渊领一军伏于左，曹仁、李典领一军伏于右，以备不虞。叫张辽、许褚在前，徐晃、于禁在后，操自引诸将居中，共5000人马，打着援军旗号，军士皆束草覆心，人衔枚，马口。黄昏时分，望乌巢进发。是夜星光满天。且说沮授被袁绍拘禁在军中，是夜因见众星朗烈，乃命监者引出中庭，仰观天象。忽见太白逆行，侵犯牛斗之分，大惊曰：祸将至矣。遂连夜求见袁绍。时绍已醉卧，听说沮授有密事启报，唤入问之。授曰：是观天象，见太白逆行于柳鬼之间，流光射入牛斗之分，恐有贼兵劫掠之害。乌巢屯粮之所，不可不提备。宜速遣精兵猛将，于见道山路寻绍，免为曹操所算。绍怒斥曰：汝乃得罪之人，何敢妄言惑众？因斥监者曰：吾令汝居求之，何敢放出？
遂命斩监者，别换人监押举寿。寿出，眼泪叹曰：“我君王在旦夕，我师还不知落于何处也。”后人有诗叹曰：“逆耳忠言反见仇，独夫袁绍少计谋。乌巢梁晋根基拔，犹豫区区守冀州。”却说曹操领兵夜行，前过袁绍别寨，寨兵问是何处军马。操使人应曰：“蒋其奉命往乌巢护粮。”袁军见是自家旗号，遂不疑惑。凡过数处，皆诈称蒋其之兵，并无阻碍。即到乌巢，4更已尽。操教军士将树草周围举火，众将校鼓噪直入。时淳于琼方与众将饮了酒，醉卧帐中，闻鼓噪之声，连忙跳起问何故喧闹。言未已，早被挠掉脱翻。虽袁敬、赵瑞运粮方回，见屯上火起，即来救应。曹军飞报曹操，说贼兵在后，请分军拒之。操大喝曰：“诸将只顾奋力向前，待贼至背后，方可回战。”于是众军将无不争先掩杀。一霎时，火焰四起，烟迷太空。虽赵二将驱兵来救，操勒马回战。二将抵敌不住，皆被曹军所杀，粮草进行烧绝。淳于琼被擒见操，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，伏于马上，放回少营以入之。却说袁绍在帐中，闻报正北上火光满天，知是乌巢有失，即出帐召文武各官商议遣兵往救。张合曰：“某与高览同往救之。”郭图曰：“不可。曹军劫粮，曹操必然亲往，操既自出，寨必虚空，可纵兵先击曹操之寨。操闻之，必速还，此孙膑为魏救赵之计也。”张合曰：“非也。曹操多谋，外出必为内备，以防不虞。今若攻操营而不拔，穷等见获，吴蜀皆被擒矣。”郭图曰：“曹操只顾劫粮，岂留兵在寨耶？”再三请劫曹营。少乃遣张合、高览引军5000，往官渡及曹营，遣蒋齐领兵1万，往救乌巢。且说曹操杀散淳于琼部族，尽夺其衣甲旗帜，未作淳于琼部下败军回寨，至山僻小路，正欲蒋其军马。其军问之，称是乌巢败军奔回。其遂不疑，驱马进过。张辽、许褚呼至，大喝蒋其休走。其措手不及，被张辽斩于马下，尽杀蒋其之兵。又使人当先卫报云：“蒋其已自杀散乌巢兵了。”袁绍因不复遣人接应乌巢，只添兵往官渡。却说张合、高览攻打曹营，左边夏侯惇，右边曹仁，中路曹洪，一齐冲出，三下攻击，袁军大败。比及接应军到，曹操又从背后杀来，四下围住掩杀。张合、高览夺路走脱。袁绍收得乌巢败残军马归寨，见淳于琼耳鼻皆无，手足尽落。绍问如何失了乌巢，败军告说淳于琼醉卧，因此不能抵敌。绍怒，力斩之。郭图恐张合、高览回寨正对是非，先于袁绍前赠曰：“张合、高览见主公兵败，心中必喜。”绍曰：“何出此言乎？”图曰：“二人素有降曹之意，今遣击寨，故意不肯用力，以致损着士卒。”绍大怒，遂遣使急召二人归寨问罪。郭图先使人报二人云：“主公将杀汝矣。”及绍使至，高览问曰：“主公唤我等为何？”使者曰：“不知何故。”览遂拔剑斩来使。何大惊。览曰：“袁绍听信谗言，必为曹操所擒，吾等岂可坐而待死？不如去投曹操。”何曰：“吾亦有此心久矣。”于是二人领本部兵马，往曹操寨中投降。夏侯惇曰：“张、高二人来降，谓之虚实。”操曰：“吾以恩遇之，虽有一心，亦可变矣。”遂开营门，命二人入。二人倒戈卸甲，拜伏于地。操曰：“若是袁绍肯从二将军之言，不至有败。今二将军肯来相投，如为子去殷，韩信归汉也。”遂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，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。二人大喜。却说袁绍既去了许攸，
又去了漳河高览，又失了乌巢梁，军心惶惶。许攸又劝曹操作速进兵，漳河高览请为先锋，操从之。即令漳河高览领兵往劫少寨。当夜3更时分，出军3路劫寨，混战到明，各自收兵，少军折其大半。许攸献计曰：今可扬言调拨人马，一路取酸枣攻叶郡，一路取黎阳、段原兵归路。袁绍闻之，必然惊惶，分兵拒我，我乘其兵动时击之，少可破也。操用其计，使大小3军四远扬言。少军闻此信，来寨中报说曹操分兵2路，一路取叶郡，一路取黎阳去也。绍大惊，即遣袁尚分兵5万救叶郡，兴民分兵5万救黎阳，连夜起行。曹操探知袁绍兵动，便分大队军马8路齐出，直冲绍营。袁军俱无斗志，四散奔走，遂大溃。袁绍披甲不迭，单衣伏金上马，幼子袁谭后随。张辽、许褚、徐晃、于禁4员将引军追赶袁绍。绍即渡河，尽弃图书车仗金帛，指引随行800余骑而去。操军追之不及，尽获夷下之物，所杀8万余人，血流银沟，溺水死者不计其数。操获全胜，将所得金宝缎匹给赏军士。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数，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。左右曰：可逐一点对姓名，收而杀之。操曰：当绍之强，故意不能自保，况他人乎？遂命尽焚之，更不再问。却说袁绍兵败而奔，沮授因被囚禁，急走不脱，为曹军所获，擒见曹操。操素与沮授相视，授见操，大呼曰：授不将也。操曰：本出无谋，不用君言，君何上执迷耶？吾若早得足下，天下不足虑也。因后代之，留于军中。授乃于营中盗马，欲归袁氏。操怒，乃杀之。授至死神色不变。操叹曰：吾误杀忠义之士也。命后礼并列，为建坟安葬于黄河渡口，题其墓曰忠烈举军之墓。后人有诗赞曰：河北多名士，忠贞推举军。宁谋之阵法，仰面视天文。至死心如铁，临危气似云。曹公卿义烈，特与见孤坟。操下令公，正是若只因多算胜，兵强却为寡谋亡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31回，曹操仓亭破本初，玄的荆州一流表。却说曹操乘袁绍之败，整顿军马，以礼追袭。袁绍伏金单衣，引800余骑奔至黎阳北岸，大将蒋义渠出寨迎接。绍以前事宿与义渠乃招谕离散之众。众闻绍在，又皆以据军事赴镇，一还冀州。军行之次，夜宿荒山。绍于帐中闻远远有哭声，遂思往听之。却是败军相聚，诉说丧兄失弟，弃伴亡亲之苦，个个捶胸大哭，皆曰：若听田丰之言，我等怎遭此祸？绍大悔曰：吾不听田丰之言，兵败将亡，今回去，有何面目见之耶？次日，上马正行间，冯骥引军来接。绍对冯骥曰：吾不听田丰之言，致有此败。吾今归去，休见此人。冯骥因赠曰：丰在狱中闻主公兵败，抚掌大笑曰：故不出吾之料。袁绍大怒曰：庶如怎敢笑我？我必杀之。遂命使者击宝剑先往冀州狱中杀田丰。却说田丰在狱中，一日，狱吏来见丰曰：与别驾贺喜。丰曰：何喜可贺？狱吏曰：袁将军大败而回，君必见重矣。丰笑曰：吾今死矣。狱吏问曰：人皆为君喜，君何言死也？丰曰：袁将军外宽而内忌，不念忠诚。若胜而喜，犹能赦我；今战败则休，吾不忘生矣。狱吏未信，忽使者击剑至，传袁绍命，欲取田丰之首。狱吏方惊。丰曰：无故之必死也。狱吏皆流泪。
风曰：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不是其主而视之，是无知也。今日受死，夫何足惜？乃自刎于狱中。后人有诗曰：昨朝举寿军中死，今日田丰狱内亡。河北栋梁皆折断，本出焉不丧家邦。田丰既死，闻者皆为叹息。袁绍回冀州，心烦意乱，不理政事。其妻刘氏劝立后嗣。绍所生三子，长子袁谭自显忠，出守青州；次子袁熙自显义，出守幽州；三子袁尚自显府，是绍后妻刘氏所出，生得形貌俊伟，绍甚爱之，因此留在身边。自官渡兵败之后，刘氏劝立尚为后嗣。绍乃与沈佩、冯骥、辛平、郭图四人商议。原来沈、冯二人相辅袁尚，辛、郭二人相辅袁谭，四人各为其主。当下袁绍谓四人曰：今外患未息，内事不可不早定，吾将议立后嗣。长子谭为人性刚好杀，次子熙为人柔懦难成，三子尚有英雄之表，礼贤进士，吾欲立之。公等之意若何？郭图曰：三子之中，谭为长，今又居外，主公若废长立幼，此乱盟也。目下军威稍挫，敌兵压境，岂可复使父子兄弟自相争乱耶？主公且理会拒敌之策，立嗣之事，再容后议。袁绍踌躇未决，忽报袁熙引兵6万，自幽州来；袁谭引兵5万，自青州来；外甥高干义引兵5万，自滨州来，各至冀州助战。绍喜，再整人马来战曹操。时操引得胜之兵陈列于河上，有土人单10斛将以迎之。操见父老数人，须发尽白，乃命入帐中赐坐，问之曰：老丈多少年纪？答曰：接近100岁矣。操曰：吾军士惊扰汝乡，吾甚不安。父老曰：桓帝时有黄兴建于楚，宋之分，辽东人因魁善观天文，夜宿于此，对老汉等言：黄兴建于干巷，正照此间。后50年，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。今以年计之，整整50年。原本出众列于民，民皆怨之。丞相新人议之师，刁民伐罪，官渡一战，破袁绍100万之众，正应当时因魁之言，赵民可望太平矣。操笑曰：何敢当老丈所言？遂取90卷帛赐老人而遣之。号令3军，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，如杀人之罪。于是军民振服。操亦心中暗喜，人报袁绍据4州之兵，得20-30万，前至仓亭下寨。操提兵前进，下寨已定。次日，两军相对，各不成阵势。操引诸将出阵，绍亦引3子1生及文官5